台湾话，直角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跋杯，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示意直角，丢纸以木头或塑胶做成2片半月形状的杯角求神问卜，借此与鬼神对话。用力，伊足迷信的，万项代志拢爱跋杯问神。他很迷信，每件事情都要直角杯求神问卜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